来看中信金控申请收购新光金控，金管会宣布，因为合并的计划无周全，所以这案暂时未讨论，等于是甲冻落来啊。若台新金要并这新光金，敢就会顺利咧？就要看10月初9股东临时会，这44万的股东敢有同意？有风声讲，即阵股东的委托书一张是划价500块。金管会在暗时临时召开记者会，提出4点理由，包含整并的规划无完整、涉股处理无具体执行内容，另外对被投资事业寿险公司子公司财务状况掌握不足，还有中信金公开收购以换股附加现金，对双方股东权益保障不足，因安尼暂时唔讨论中信金非合意并购新光金。我们觉得在程序面上面，还有在股东的权益上面，我们都还是希望说，如果你是非合意并购的话，必须是以现金为主。对此，中信金声明讲，主管机关对申请的投资案暂时唔讨论是真违宪，尊重主管机关的决议。台新金是表示感谢主管机关依护金融市场的特殊，以昨仔台新金收盘价做基础计算，台新金出价已经超过中信金的计效，呼吁且双方公司的股东支持合并案。新光金控声明讲，合并案以稳定发展排第一，一切依法规，并且对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权益，稍后会继续依法办理。不过，新光金控小股东伫社群网站新光金小股东自救会发声，认为主管机关否决中信金并新光金，无代表股东爱接受台新金并新光金，呼吁小股东爱团结，先把主导权摕回来，这也互台新金并新光金有变数。台新金甲新光金10月初9要分别召开股东临时会，关系到合并的成败，委托书大阵也开战。委托书不可以架构，这是违法行为。那其实像我们集保，我们早就交代他，这2家公司委托书的过程中，要完全去执行查核动作。那10月初9股东临时会无通过台新金并新光金，中信金敢会当去送件？金管会强调，无论中信金敢有并购的计划，或者是准备有好势无，主管机关立场鼓励金融机构良性的并购，尊重市场的特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